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戏秀艺术馆正式来开馆，市政府投入到1200万来整建，希望会当将做推广到传统戏曲的重要所在。台南市东区戏秀艺术馆正式启用，代表明华园等后头会考创团发源地，嘛代表台南各家一会重要文化地标。希望明华园老师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多丰沛的、更多的台湾文化的体验。歌戏国宝孙翠凤讲，戏秀艺术馆正式兴奋了后，会串联艺术创作、文化教育和公共发展，深化台南戏曲文化特色，带动周边的艺文力量，和愈侪国内外旅客透过戏曲认捌台南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学生、老师们都可以来戏槽戏秀艺术馆，给咱看到咱所有台湾100年来台湾华语的历史。推动多元展演、文化推广和体验活动，希望当栽培愈侪戏曲人才。